据报道，在中国入侵者占领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东突厥斯坦各大院校的留学生，特别是来自哈萨克斯坦的学生及在国外留学学生放假期间回国的都被抓，在所谓的教育培训中心无法继续学业，被抓理由是与恐怖组织有关联。据梅斯捷尔新闻杂志报道，中国在亚洲的广泛政策仍在继续。一家中国公司已经掌握控制了无法偿还债务的塔吉克斯坦公司最具生产力的金矿。在塔吉克斯坦，2017年有51名儿童被父母遗弃，其中33个婴儿在出生后就被遗弃。世卫组织代表团在叙利亚卫生部部长的陪同下进入叙利亚疑似化武袭击地杜马镇，但联合国外交部发言人说，与当局官员进行会面，部署调查工作，但由于悬而未决的安全问题，调查组还未被派遣至杜马地区。由欧盟委员会编制的土耳其2018年进展报告中强调，土耳其正在摆脱通往欧盟成员国的道路。缅甸国家主席决定释放8490名囚犯，其中约6000人的犯罪记录与毒品有关，有2000人在担任军警任务时被判处纪律处分。除肺癌化疗外，免疫治疗的改善率高于单重化疗，肺癌每年导致全球170万人的死亡。